選舉，我哋係要去投票嘅。12月7號約定大家到時見。12月7號記住去投票啊，都可以令埋我哋嘅香港更團結、更有力量。喺12月7號選舉完畢之後，我哋將會將所有嘅意見收集整理，帶交俾新當選嘅立法會議員，真正做到民有所呼，我有所應。